开个世界老虎跌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用慢给路，来一步用钱爱行难易，用坏又可以摆，就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個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嘿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帶啲夢到。做馬街嘅公路嘅法，一群龍一個思念一樣無窮變態，留白嘅夢，本意行家，就從黑浪來過，武漢。也有人語，也有人語，直到誓言不能聽到，快樂嘅快意嘅了掉嘅語，就本嘅離開愛嘅世界，相愛嘅愛，我用嘅愛，嘅公路嘅愛，你心度，留白嘅一切就不光帶走，未來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拿什么白色的东西啊？还来啊！阿斌啊，不是想送你的儿子龟，你想不想啊？当然不想要你的儿子龟，你的穷他不喜欢啊。阿虽然他没有这样讲，你很奇怪，机车还我了。安静坐下，要不然我就记你们号码哦。还装？再装啊！大老远我就听到你们吵翻天了。这礼拜我是导护老师，结果抓到最吵的是我们班。不行啊，不通啊，都15分钟了还电话中。杨佑丽，老师再问你一次，这本漫画是不是你带来的，还是别人给你的？是谁？老师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自己听不到吗？我就听不到啊。奥斯卡，姑姑老你讲，请简单，是你的就点头，不是你的就摇头。嗯。杨佑丽，你再不说，就表示这本漫画就是你带来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都说了，丽丽上次那个酒会啊，如果让我策划的话，就会更加的精彩啊。好，到时候见面再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嗨。贵安不用飞爱天发，咩无关心事，喊你给看啊！爱做不定加班到半夜呢，讲喊你给看，却一直睡不老高。故说进步应大做，穷秋食材都让我卡顶啊！冇看呐，
无想到有比爱较无限啦，无限都唔伤见爱哦。用胃口呢唔相见，最近迄些头一下有变化，可不用这样呢。嘿哦，要拜又跟拍哪个调转对象？我试试啊。啊，我等一下喊就聚会哦。唔怕，我可能就安心咩。我去片手，试一下面。维尼姐，哎，天哪，露露怎么这么巧啊？真的好久不见了。我们上次合作是去年了吧，在101办的钻石设计发表。对，都已经1年多了。你们最近在忙什么？我们公司最近跟 George Wang 签约，他刚从欧洲拿到设计大奖。这一季我们准备主打他负责的钻石设计。哦，那很棒啊。对啊，你好啦。你朋友吗？其实不算是啦。我们在工作上遇过2次。他是一个记者，刚好在这里遇到。是记者啊。爸爸，你有等很久吗？我刚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哦。等一下下而已啊，不要嘛？唔啊？唔係，给 Angel 吃下黑摄影棚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来。不用好了。走嘛。焦点该闪嘛，有没有让你准备嘅？等下录音摄影棚该变成张搬回来哈。好。那妈妈没有要去吗？也没讲要不要先不去了啊，还有老会公过啊。哦，好。刚好这么跟你讲，爱讲嘛该啊？老记着讲，我老有迄朋友，亲人嘿，讲迄朋友哪件事？像迄普通朋友，有嘛跟人家说，行迄讲，出来老爱做朋友，说不定是都见笑。我们上草也该。唔想吵，咁没有嘛嘅法好讲，下来去。总太哥，哪个事情？不知了，还没有让我拿钱啊？可以让你拿去倒啊？我做得办。唔是的啦，我去搞假期，唔算丢紧吧？啊，你做唔得啦，我做得办。总太哥，真嘅真事理啦，我真嘅唔知，佢竟然会再会让你加钱。无关系啦，不是办的，我希望人亲亲拍拍，唔会影响做水做户的。啊，你做唔得，做唔得，付志良，佢冇偷你拿牙钱啊！讲出菜，两不好讲的话，我就唔要相信买了，是你啊。哎呦，海哥，唔好硬硬搞搞的咩？忍者龟哪会羞巴巴的呀？很热就讲他，莫爱做唔对。你头边还落的时间没有看到啊？那迄爆叉叉的啊，要迄前枪使用可以听听嘛。不过无关系，你本来你去，等下那变到了，你就有钱啊，懂吗？唔减水减到多摆，我头有交代啊，喊拜年来冇钱走啦。做嘛呢咯？那迄露住姑呢？本来免治嘛，你莫本来你去，哪有团全不掉嘞？懂吗？懂吗？啊，来，别啦！按他你懂吗？他一般人有钱哦，你还那阿公还没赚呢，切！阿爸，
夫子，你用的鸦片了？你对他做嘛？鸦片路嘛落喺地方呢，你对做坏事情哦。较细人着会啦。用的会洗伤咯。哦，因为阿爸落到鸦片哦，迄做失败啦。啊？乜解失败啊？哦，失败哦，就会007啊。哦，这个看，那底尾哦，有动到会反应啊。阿爸尾都捉条出来哦，就会加速会凝合啊。有枪哦？枪？原来你来做反应的哦？系啊。故说哪方面，还英雄咯？当然啊，阿爸哦，迄个太英雄啊！好了，先来去啦哈。今年我可以几年度有点哪？就算我我做事，不代表我一整天在家里等老师的电话。我弟奶从幼哎。古手汉拜，奥斯卡发生事情，家要的还是清明章底的，就算行未，根本做到无卡。哥，阿嫂，唔好飞到亚肯斯演噶，亚下青葱幼的，系了解亚肯斯的真相，还有奥斯卡系娘的相的。根本因到办公室有几只同学紧调看奥斯卡，我知道。但日本 A 班的人，可能是其他人，唔系 Oscar。总系 Oscar 唔讲话，身上脏会老到係假的。Oscar， 都遇到这种事情了，你还不开口替自己说话？其实高中有请心理医生高亮英来报告，伫联合讨论会上说明 Oscar 的情形。我问过医生呢，医生的意思是 ，Oscar 唔讲话，可能一种心身症，喺心理受到刺激，下来影响到生理。演奏对你有演奏。演奏对你有演奏。也还唔要缘故哩，也系逼 Oscar 讲话，佢就袂讲。因为老记天数整理家的情绪同想法，无听错，佢天天呢就会开嘴。姑嫂不会抗压嘅。咩老记唔讲话有关系？先生讲，下摆事情做得简单，没做得复杂。简单就係 Oscar 一时好奇，怎会去干嘛？也系老人家来看。复杂就做得看作係一种传达情绪想法的沟通表现。Oscar， 你有乜嘅想讲的就讲出来，用啥也没做得。哎，老唔讲过青头白，你要懂得为自己辩解啊！唔讲，迄有乜嘅讲唔得，还迄唔得嘅讲乜嘅，你迄唔想讲，还迄讲唔得，你宁可让自己继续被误解吗？好啦，莫别记啊！还啲嘅几个问题，就讲伊天天的来啊！哎，抢迄希望证明奥斯卡冇做唔错，俺咩希望啊？俺妹相信是我妹奥斯卡的，但是他就是不肯说实话，你逼他都没有用嘛。嘿啊哥，新生镇老 M I 的事情不能被外界知道，否则到时候媒体又不晓得要怎么攻击我们。姑嫂也系爱做的，系报复奥斯卡。唔错，唔咩要报复奥斯卡，你系要报复唔起家。都要这种时间，你抢第一唔起家，第一名形象。用数量，唔通吼，我系报复太假。事情本人地，系唔爱此条路，还听奥斯卡休学啊。你念文秀老人没关系，又没关系啊？你不是担心奥斯卡被欺负吗？这就是被欺负最好的理由哎。
你像迄请家扣合理化领做法，唔免争其他意向。讲喏，你真係推起上啊！来，俺唔想老人吵。不过夜摆唔爱高盘，尤其飞到奥斯卡面对媒体。唔好过查书管奥斯卡的事情，奥斯卡的事情俺来管。我迄件咩？嘿嘿，唔抢嘿。好啊，我知。生硬的，唔就去家教。以后奥斯卡发生什么事，叫学校不用通知我。阿嫂，现在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呢，应该还是小凯那一则新闻的专访哦。在镜头前的小凯呢，他谈吐跟想法都让我们觉得哇，小凯，你上电视节目讲话都不会紧张哦？对啊，而且你衣服好漂亮，好羡慕哦。录影好玩吗？很好玩啊，那些工作人员、主持人和来宾人都很好，所以我都忘记要紧张了。喂，父子，你也一起来看影片啊！为什么要在那边玩那些又丑又旧的玩具啊？这哪什么旧玩具啊？信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帅、多厉害。但是呢，我也不能告诉你们他有多厉害，因为这是机密。哇，小凯好可爱哦，而且真的很替朋友着想哎，难怪现在网络上的一大堆人都成为你的粉丝哦。哎，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也帮你的粉丝来问一下，小凯，你平常下课之后在做些什么事情啊？我喜欢看书，还有弹钢琴。哎，那小凯，你是跟妈妈学钢琴的吗？嗯，妈妈是我最好的老师，也是我的偶像。那你读书方面的偶像是谁啊？读书方面，偶像当然是爸爸，因为大家都叫他补教名师啊，这是公认的偶像。谢谢主持人。我们呢，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严格教育或者是规范小凯的一言一行啦。相反过来呢，我们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呢，马上见。哦，对呀，刚才给你去个上节目的先去吧先。当然袂啊。我们鼓励他们独立思考，对，除了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他们自己在学习上面的优势跟弱势之外呢，更能促使他们去找到一个对的升学的人生方向。这个我们补习班的理念就是这样子。唔是噻，其实补春有如后面有懂得很讨论，大家做心中意呢。也没有看到啦，不过，哎呀，每次都有懂音乐啦啊。啊，你抽音乐哦？不过，还有很靠音乐的事情。哪个事情？还记得今日听我上节目的张专家老蔡委员吗？他用3件本年主导天发来，更有兴趣讨论一下投资教育出版事业的事情。干嘛约在这里啊？要给你来送一栋栋。你需要嘛改啊？我想起就摆太好的时间，有一半因肯输药费，拄好拄到你朋友。这样子，因下就老师不用开。有啊，我唔记得。我记得，因为这样子。和老人朋友讲，因像迄普通同学。老头摆的事情，同松摆搞不掉的事，不用恐好宽，本来哈你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？朋友，让你寻求安慰的床伴。还是随传随到会怒出来。安尼关系，要主动清楚，唔咩嘿。鼓手会请你，哼。好茶。
听下行出啲嘅。我做乜解啊？不用说啊！我现在啊，又飞啊！还请你，错。这里那么多人，你要么感情见光死是不是？根本无你宽啊！你就算天数上级，也冇有人注意。唔信哦，是讲啦。你拉忙啊！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不要对这段感情有太多期待。可是，我还是忍不住去爱你。那你呢？你爱我？对，你就是这样。从以前就只爱你自己，10年是这样，现在也是一样。我们结束。剑斗杀头夫，哈哈，矮人哎，等下矮成細成哦，嗰拜，真件錢未拜哦，做唔得個頭皮。劍斗殺頭夫，耶！係輕矮成細成。等下。學長，學長，要興狗仔男。头讲用，还没调丝诶。讲起来呀吼，迄总爱对唔行啦。我现在要的吼，做按导演，啊，佮讲走就走啦。我以后总嘛个刺头路也唔讲。唔知啊，伊总嘛个走无？俺唔知。爱头呐吼，一天为到什么样会安尼啦？好啥人啊吼，就要为到爱情啊吼，做亲爱的事情啦。安尼无顾前又无顾后，啊万一把又他唔要啦。唔係講咁停嘅過模自走，咁老佢結婚啊，係要攞團結關係。結果呢，唔這位啊，亦全部係自家寫呢。歹勢啦，你問，阮做案扣嘢多，但是呢，廚師來啊，就唔可以啦。講完那一些吼，阿咪哦，阿爺未哦，啊，慘咪慘，捱來呀吼，還肯愛家己買東西呢，關係是吼，點門關嚟就買唔到啦，咁莫係先來做誒，啊點誒就本書誒哈。啊，等一下。我見本院署長來翻到錢哦，係問本院啊？唔歹啦，聽講你本來出好誒啦。今日邊度點到？做唔得，抗下入嚟啦，冇聽人講啊，迄隔壁啊吼，前兩日也唔出嚟台灣呢，唉，也真係啊吼，也父親之恩唔好，全部抗下入嚟啦，吼，帶恁個安全啦，梗係先來做位啊，哈。這裡。
满腔腹腔张油啊！都要这种时间，你抢第一唔去噶，第一名形象。我迄件妹，嘿嘿，唔抢嘿。从以前就只爱你自己。 现在也是一样。她没有资格做人家妈妈，哪有人诅咒自己的小孩出事？我看她前面讲的多担心儿子，都是在演戏。其实我很羡慕你耶，以后就可以准时下班回家。对不起啦，其实老总已经将现场的控制权移交给别人。想要我还掉一切负责任 ，They want to cut you out of this。 还没中来哦，中唔得地下水母，不会红到。皮皮见多吗？妈妈，我肚子好饿。阿爸、老公没讲不会带你出去吃饭的呀？我回来，他们就出去了。还没弄饭不很事。胡志良，赶我出来！向前，向前！ 紧出来哦！你若敢唔开门，阮就要甲你砸门啊哦！卖个假啊！我在你面前在哦，搞出来！是被人家欺负了，哇，那个，天哪，这样子好可怕哦，哦，怎么这样子而已，哎呀，怎么有肌肉？这个肌肉是什么？死狗仔！迄相机，机卡。哎呀，
好诶，我听通。妈妈，我今朝姐姐想出去无嘛好啦。你又唔好啊？因为姐姐上清真贵啊，迄讲无注意种发耶。好好，你用要快的。我还迄 voice 啊，韩国网络上有人讲也是丈夫特老凶。慢点讲啊！唔老爱讲，爱去老几讲。没有啦，这都是一些网友随便乱说的。哎，对了，妈妈，之前电视台阿姨送我他们的小礼物，我本来放在桌上的，你有看到吗？爱跳跳嘞？为什么？加着煮迄垃圾，放到我卡顶位。唔过，我无吃得过迄垃圾啊。小凯，妈妈迄味道唔好，加着垃圾会影响你读书，对冇？甲家庭日作业准备好吗？妈。唔看，影好多功课的吼。小凯，根本你六题就无可以上电视的好吗？我问爸爸。唔是问，佢唔是参加公年好考发通，大家听清楚好。唔免啦，我迄讲录样的事情。前年去通威的，去年去天文馆，今年我去哪啊？你要卡啦，没看我做假乱搞好冇？顺晒规划下爱妈旅游的事情，唔条摆请好啦，没看我规划下的事情诶。喂妈，你安 Q 呢？都要开始诶，小凯来。真好，俺又翻来老人讲。服务唔差的啦，做人再讲啊。真好。做大哥都请好。是，我很有朋友，没问题那资料甲他叔叔的片领真麻烦。不用了，挺难的呢。我去哪呀？带奥斯卡去儿童乐园。哦，你的亲戚无几卡人向他出去了的哈，很棒。
也迄奥斯卡的作业，阮你唔满意。啊？奥斯卡很多办公室顶来，是哪里？哦。医生叔叔。哎，顶，杨先生，奥斯卡。你做啥嘿？冇啦，抢爱骗到。有坏人打爸爸。啊？丁玲，明明就坏人。冇事啊。我可以犯你。他们跑到我们家，一直大叫，还乱丢东西。这是你副治疗，甲我借一个本票。安尼，你即马甲叫出来，我骹手甲剁我断。啊若无，你摕刑钱，你家己选，要选对了。前迄副治疗家的，人都应该前几头啊，唔免来逼挨啊！敲！搞死人啊！丁玲，医院为么啊？痛痛啊！他们是坏人。唔使惊，唔使惊。讲大讲话，伤超过，你走嘛，跟你拼！你狂哦！打不死！小查某啊！有你迄娘不靠脑嘿，伫遐嘛你么？有报警无？冇好啦，无好，你为无好？家中人唔系普通人。手影别安尼，怎会报警啊？唔迄无方便啊，做一天数。做唔得。家中人迄来请副治疗透在的，安尼事情超要紧，脑筋快快。妈妈，你下班要知道了。歹势啊，杨先生，我做伊做事，咱院长讲吼。走。来送你去啊！安尼歹势啦。妈妈可以兜风吗？唔怕，来顺路。耶！兜风，兜风，坐车兜风，耶！你们这些人啊，没有等我就开始了。哎呦，维尼，你怎么来啦？真聊到你了，来这边坐，这边坐。在聊我什么？该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？哎呦，我们哪敢讲你坏话？我们是在说啊，你在 FB 上啊播的那堆你亲自做的东西啊，好像很厉害呢。改天教我们2招啦。可以啊，随时都可以。今天不是周末要陪老公跟小孩吗？我老公说要带小孩去做作业，所以就放我1天假喽。真的好羡慕你哦，有个好老公，又有个乖小孩，你现在就好好的当贵妇，超棒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带了小礼物给你们，来看一下。这是米兰新锐设计师的得奖作品。哦，这个东西我知道，我跟你讲很贵的，很难抢的。真的哇，还好啦，我认识设计师的经纪人。维尼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，不愧是公关女王。好讲无？今年好好教，听讲你迄时爱好好读书无？先生讲唔按求，上课唔专心，唔讲唔识笑，当爱态度气气就好。在第2篇听我出去。
等到作业做好，等一下转告。莫按呢 ，Oscar。作业做好张凡，你都不分爱。 背包嘞？背包伫哪？去老包包请转了。你请讲，你请讲，你还有朋友，还有气卡，按你就来。哎，你们今天谁约他过来的？很讨厌呢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不要这样嘛。你不知道他现在风评很差，我看他都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那又怎么样嘛？你看人家今天带了那么多好的礼物给我们，我们好像在人家背后这样说人家不太好呢。在聊什么？宝宝喜欢吗？喜欢，蛮美的啦，我很喜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天天使用的。哎，李经理，李经理来坐。维妮姐，你也在啊？你怎么也来啦？是罗姐特地要我来聊聊本季新装的。对啊。哎，哇，维妮姐，你上次拜托我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帮你买到的米兰设计师的限量包，原来是要送给各位好姐妹的。啊？原来这是买的啊？是啊，我还特地算维妮姐 VIP 价呢。不管怎样，这都是维尼的心意嘛。我们还是很谢谢维尼啦。是不错啦，蛮美的啊，蛮美的，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背包呢？某情到就我们是赚了，气卡做我们错就在气卡附近。迪某，放下！唔放下，黑毛，好，今日出山呀！起下，来起好，起好！你还怎么给？怎么给你对爱？I never win。够发？怎么可以不够发？怎么刚刚奇怪？然后正常你去换困难。你跟你那个爸爸其实一模一样，一样独裁，一样自以为是。所以奥斯卡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什么都不敢说，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啊。杨树亮，唔讲法做唔得解决问题，无欢喜就讲出来，讲法，然后这种人叫还困难，冲上南美人莫叫，来拢讲法，困难爱，困难爱。
喂，喂，院长，人家才发现丁玲唔生意，老是给包包带下菜，你真认同拍摄啦？喂，喂，杨先生，有通到无啊？喂。你这个强势不会引头去收脑，也还老眼都看两下去，我老素应该开始啊！你要钱就拿出来，拿去万灾。你就还冇丢啦！先生，我完全唔記得咧。也神氣，冇愛。佢冇人做得起嗎？唔做乜的，工人係困咗頭皮冇貼披風講。小凱為了批行，但你下講拖下都三更半夜，你要睇小凱上工冇？你要睇佢就上工冇？你要冇？終於行過了條路，終於撥過了個夢，講過嘅話做得記得夢，兩條路嘅盡頭有乜沙地？全部黑暗，照样就冇法度講出嘴。你的留的所有嘅記住你，風都幫你吹響。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氣留白，何不以後，總會覺得天光。不愛起來嘅力量。相愛意，後白嘅故事就盡早已解夢，容易走吧，就不愛看到自由嘅路口，係唔係會看到？